乡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4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一开始，赶紧来关心中度风台凯比，暴风圈已经伫今仔日半暝2点去吸到咱台湾的陆地。风台中心可能会伫下暗对宜兰也是花莲登陆。明仔风台中心就会进入台湾海峡，了后往福建去。拄则气象署有针对风台的动态做出详细的说明，咱来听详细的预报。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的位置哦。那从目前的最新位置，在今天早上8点，台风已经来到了宜兰东南东方大概210公里的海面上。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向西北西的方向，逐渐往台湾东北部的陆地前进。我们预计大概在今天的深夜这一段时间，台风的中心就有机会从宜兰或花莲附近登陆。那随后经过台湾北部陆地，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这一段时间将是台风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沿海东海岸的浮标，我们已经看到了5米高左右的浪。那其他的在东半部的沿海，包括恒春半岛等等，浪高也都有来到2米以上的浪高啊，风浪是逐步的在增强。我们预计今天有些海岸可能会侦测到6米左右的浪高。另外，在风力的部分也是明显的加强，除了兰屿站有出现11级的阵风，澎嘉有出现10级的阵风之外，其实包括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沿岸，在今天早上都普遍已经出现了7到9级的强阵风。我们要特别提醒，随着台风逐步的接近啊，风力上会明显的再增强啊。那我们来看到是风力预报的部分啊，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一段到中午之间的风力预报。其实各沿海都已经有机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了。那当中包括了离台风比较近的台东、绿岛、兰屿、恒春，以及台湾海峡上面的澎湖，可能会有9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阵风出现。到了今天下午，这个风力会进一步的再增强，几乎各县市的阵风最大阵风都有机会来到10到11级。那包括内陆的县市嘉义、台北跟南投，风力也会逐步的增强到8到9级。继续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风台已经到位啊，而且影响会愈来愈明显。咱同齐来看分图。透过分图会当看到，即马风台已经伫咱台湾的门卡口啊，伫要到位啊。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和明仔是凯比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严重的时阵，嘛要呼吁民众今仔日休风台假，爱踮伫厝内做好风台的准备。因为即马是大流，所以在期间西南部、东北部、北海岸、宜兰、台东地势一寡较低所在，拢爱设置海水倒击。会积水会淹水，除了爱设置凯比风台、强风大雨以外，气象署今仔日嘛发布高温的资讯，这是伫台东甲金门，今仔日拢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台东是有机会透小风。另外，昨昏半暝啊，台东已经出现长影，今仔日伫东部、北部海影嘛可能有6米悬，千万唔通挖近海行。中度风台凯比挖进咱台湾，海上风台警报、陆上风台警报拢已经发达。气象署是提醒讲，凯比风台伫今日和明仔对咱台湾的影响是上界明显的。这嘛可能是最近这几年对咱的影响上大、上有感觉的一个风台。今日咱全台湾除了金门县以外，全部拢是停班停课。花莲甲宜兰有一寡所在嘛已经先做好有风性的thiết立。面对凯米风台来势正强，就加强的地动过后，土石部分再加上强风大雨，可能会造成土石流灾情。在警方甲公所人员的考劝之下，花莲市各处里挖山边的住户准备thiết立家园。那在这边是我们总共是8户，我们17人的一个保全户，那其中有4人会安置在我们的5州的这个旅社。也阁为秀林乡、富士川、和平川也拢有建成特川，同款瓦山区的宜兰南湖乡5个原住民部落，警方也同款一家一家访视，到暗时7点有67个人落山去投靠亲人，另外2个人安置伫南湖乡公所。你们住的地方比较危险嘛，以前有过石流啦。凯米接近受风台外围沉降气流的影响，大大出现罕见的火烧云比景，天空染做一大片的橄榄红色。虽然是比景，不过气象署提醒，凯米风台今日明仔2天对台湾影响真明显，可能是这几年来冲击上感觉的风台。
这段时间因为台风会夹带相当大量的雨量啊，所以我们预计在今天跟明天，中南部跟东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超大豪雨啊。因为丰泰路线向南线原本宣布正常上班上课，台中市彰化县等6个县市拢表示风势已经达到标准，宣布停班停课。全台除了金门县以外，其他县市全部拢停班停课。台中市长罗秀燕原本要访问美国行程，赶紧伫今透早5点登来台湾坐镇。我立刻订机票赶回台湾。那还好有订到机票，所以我其实在美国没有几个小时，但是呢就是希望抢在台风之前能够落地在关键的时刻跟我们市民家人同在。罗秀燕表示，伫出发进前有无显示台湾中部未进入暴风圈，暗过10外点钟天气变化真紧，中部被列为陆上警戒范围了后，伊就决定马上转来，率去美国交流的行程，交由副市长黄国荣带人去，展现诚意甲礼貌。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啊，对昨下晡4点开始，伫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部分停车场，拢已经开始管制，车敢若会当驶走，袂使阁驶入去。若暗时8点，车主无去刷车，车就风拖走。超商店面1只号地高机卷起来，刷到地板车顶。风叫做全台唯一下米风台的超商，莱尔富沙丁堡比提店是由3个大货柜倒起来。也毋过因为位伫香水区内风台开闭来时，毋但超商的货无甲期待爱刷走，就连超商本体也爱退出提防。差不多4个小时内要把它撤除，在它规定时间把门市撤完之后，然后让他们把我们的货柜给载走。16处他们进行一个演练。台北市长周万安关来是擦水门，因为风台来袭，拄到2度天文大楼、河川8楼，水位会比平常更较悬，所以台北市河堤疏散门、新北市恒基门甲所有堤外停车场下到4点过了后，车辆只出无就有民众提早关来刷车。有收到讯息啊？收到讯息。对，所以赶快来移车。新北市23暗10点下关恒基门，台北市是24透早1点下关水门，上班拢是暗时8点开始会拖掉滞留车辆，无刷走的可能也会面临罚款。车辆没有移置的话会被罚款，机车部分是新台币1800块，那小车是2400块，大车是4800块。那我们同步的周遭的整个红黄停车就会开放。因为开辟风台路径已经发布，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升级会立即开设，各区灾害应变中心也同时成立。强化风台顶置启用的废水水库灌水专供会派驻用场，会采用废水水库灌水，确保风台期间做来水的水质甲水流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到位，双北今仔日拢是停班停课的。为着避免发生危险，双北的U-Bike已经全面禁止使用。因若开学的时间，就要看风台对咱的影响，地方政府会随时做调整。海巡人员伫海边啊围开封锁线，甲当日去上的外国游客赶离开。中途风台开辟渐渐接近台湾，新北野柳海边的风是真透，嘛真危险。台风天的话，游客都会有减少，因为它海边也。海警好像发布，他就不给人家进去了。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今天是台风天，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气象，他说理论上应该是明天才会到，那我们今天不知道。那我们是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地质公园关门了。为着要保护山区甲海边民众的安全，新北市交通局特别针对新北地区16位靠海、靠山 U-Bike 停靠站，包含三芝、金山、石门、万里、双溪、瑞丰、石碇、卑南甲4至9个行政区，宣布拜2下暗6点了后，全面禁止 U-Bike 借车。也若实际恢复时间，交通局表示爱看风台的状况，才会来做调整。凯米台风的接近所以目前已经宣布在山区滨海地区的 U-Bike 站，在今天6点开始会暂停营运。那恢复的时间会视这个台风远离的状况以及它影响的程度，再去评估宣布恢复营运的时间。交通局提醒新北市应变中心宣布拜3停班停课，双北地区的 U-Bike 全面禁止使用。交通局嘛呼吁民众爱注意家己的安全，风台来啊，避免危险的发生。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风台来啊，受到有机心理的影响，昨昏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叶仔菜类的菜色，虽讲交货量是有增加的，也毋过价数也是起的，起12.8%。农业部是表示，目前已经有囤一寡菜色，万不一有发生农业损失，嘛有菜会当提供到市场。
菜单顶原看起来无啥物菜啊，12点半来到传统市场，差不多拢卖了了。早起无用得顾孙的阿嬷是等伫要收大只来，结果是啥物嘛买无，真无奈。恐怖啊！讲红台边收了了啊，无菜会变怎？煮糜就好啦。头家讲，今仔日进货量是较少，袂继续维持前几工的水准，但是消费者遮尔捧场，互伊买物件是真罕咧看，出现拢红扫了了的状况。超久没有这样子卖光光了，这个今天全部高丽菜也卖完，什么都卖完。受到风台有机心理的影响，北农23叶仔菜类的到货量比前一天是加25.7%，但是继续是同款起哩12.8%。其中大头菜、高丽菜10公斤一口气是起8块，番薯叶仔嘛起6块，和传统市场比起来，大卖场是有较早来增加进货量，家顶拢各有叶仔菜类。就是在台风前，我觉得菜量还算是正常。对对，所以你都有买到？对，目前要的都有买到了。之前我们就有跟我们所合作的农家，包含小农的部分，我们都有做密切的合作。那我们因为冷链的关系，我们提前有先做准备的进货。那目前在货量的部分的话，也是平日至少5倍以上的货量。结果消费者是无用在抢菜，看天食饭的农民是无用在抢收。婚姻的农民一透早就较紧落田去采收，处理了后就直接送去西内的果菜市场。最近因为天气热，这菜色已经减产，即马风台就要来啊，会当抢收偌济算偌济。都大概赶紧采收安尼啦。因为即马价钱应该袂歹吼。即马价钱袂歹啊，早就起来，我拢有诶都是2点、3点。后4点的，今日就爱做甲足晚。为了稳定供应，农业部的农粮署讲，滚动式成都目前已经备除6180吨的菜色，这国家合作厂商的量就会达到6900吨。收落来会照产地受损的状况和市面上供应的情形，再一步一步把这个货放出去补。记者综合报道。在含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凯美丰台来已经到位啊，台铁和高铁伫昨昏已经成立一级的应变中心。台铁伫今仔日的火车中到12点进前，对号列车全线是停驶的。因为高铁是正常营运，也毋过若是拄着风雨较大的路段，就会降低速度，无就是停驶。因为咱国内的航班上无已经有取消259架次，国际上的航班嘛有部分取消。来看中国时报，2011年日本的福岛发生核电厂的事故，咱台湾对日本的食品有采取管制措施。福岛5县市野生动物的肉品、香菇类，也个农油菜，目前拢是禁止进口的。也毋过卫福部是有署伫昨昏有预告讲，要全面开放福岛5县市的产品进口。也毋过小机会是对食品也是有议论反对全面解禁。来看联合报。中国一只山姆鱼船今年2月14日时伫金门海峡，为着要闪避咱海巡追查全并船，有造成2个中国人死亡。两方今仔日会伫金门签署共识，咱台湾会甲中国船员的遗体，也有船只函予中国，嘛会予家属慰问金，每一个人超过台票600万。来关心凯美风台影响台湾，这嘛影响咱的汉光演习。空中操演的部分拢取消，也毋过澎湖今日早起透早地面也有时段射击，也是照常举行。另外，昨昏金门的汉光演习嘛头改模拟金门机场伫暗时受攻击，金防部头改演练安怎保护咱的关键基础设施。凯美风台来影响汉光演习，暗过伫澎湖定岗操演，取消空中并列演练，暗过地面加时段射击，伫透早5点半也是照常举行。金门汉光演习站也是无停落来，在跟航警做任务的交接，那交接的内容大概就是突入的机降的敌人，他因为这个跟航警接战之后，航警状况不利，退守到塔台。金防部40年来第一摆伫金门上机机场实施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模拟航站后敌军夜袭，用机甲方式攻击。国军结合地区警力甲航警甲应援部队展开攻击，用夜视装备导致演练稳固夜战效能，最后肃清机港敌人，恢复航空站正常运作。
总统赖清德昨夜亲身去花莲巡视汉光演习第一站，到负责战略保存的嘉山基地 F-12演练战略总挂，基地也展示指挥机制运作。第一站千军沙顺势大量上环救护，武器强军打击花莲基地，官兵真侪人受伤，现场说严重分类针对详细状况区分马上治疗、简单治疗，也加紧启动后省机制，透过实战化演练严正救护量能。第一台南2架战术直升机甲2架超级防视前攻击直升机降落，官兵伫边警戒。航特部603路伫台南码头一个庙市广场，油罐车、载重车装燃油火箭弹，利用有限空间设补给点，替4架战斗直升机进行载加油加挂弹作业。直升机起降，声音真响，互咧霹雳扇大风。看民众拢感受到威力，未少军事迷特别准备点响器材，近距离记录国军直升机起降。真的要支持他们，这样子为我们台湾做奉献那些精神。国防部强调，今年汉光演习重要是上大化接近实战演练，期间拄到风台因素，会看海空状况机动调整部署。记者综合报道。伊拉万安47号演习昨昏是伫北部进行演练，台北市是模拟净水厂互飞弹攻击，赶紧动员警消和民防单位来抢救，来赶紧恢复水道水。伊拉新北是模拟邦桥车头，台北港区互敌军来攻击，阁有发生天灾，所以互国军的汉光演习结合民安办案演习。那民总统赖清德冒亲身到现场视察。桥车站捷运环状线内因为月台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引发爆炸。模拟邦桥车头去互敌军敌步攻击，几个所在红放火，紧急出动消防人员抢救，甲民众疏开。今年国军汉光演习头一届结合民安甲办案演习，新北市出动2000人，100多台车甲直升机参与，还个模拟台北港去互攻击，甲天灾侵扰等等复合性的灾害。总统赖清德亲身去现场视察。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所以，我们政府不能不做因应，也就是要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在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政府能够跟民众站在一起。因为台北港离我们双北大概车程就只有半个小时，那跟我们桃园机场大概不到20分钟，所以这个地方在整个国防战略位置上非常非常的重要。雄雄一声真大声，模拟中型净水厂去互飞弹攻击，造成原水管破去，边仔的大楼嘛着火，消防人员甲民防单位嘛赶去现场全力抢救，还佫有修复原水管。北部23进行办案演习，还佫发布受到飞弹、火箭攻击，国家级别警报。警报声一弹，载运站的人员随家旅客疏开，引导去附近大楼的地下室避难。模拟台北载运加做攻击的目标，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讲，这届模拟的情景比去年较侪，希望落实全民防卫意识。我们确实希望落实全民防卫的意识，所以一再强调，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蒋万安强调讲，这届收留的场合有规划真侪特殊需求的区域。包括照顾幼囡仔、特殊需求的服务，甚至住商的空间等等，也提醒各局处都要用不同的角度来判断敌情，严密持续加强戒备的态度来面对各种的灾害，把伤亡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川普受到枪击案，美国特勤局防指控讲因的保护不力，那局长褫夺是头拄宣布伊请辞落台。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赶紧找新的人选来接。褫夺是日时时伫参加美国众议院听证会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国会议员批评维安不力，要求伊爱辞职落台负责。也毋过当时伊是表示讲，伊敢若承认这是特勤局几若10年来上界严重的失误。也毋过伊嘛讲，伊即马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找出真相。想袂到呢，才过一天尔，伊就随对外宣布要请辞落台。也那美国总统拜登嘛发表声明，感谢伊的贡献甲付出，嘛讲会赶紧找新的局长的人选。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退选了后，即马副总统贺锦丽公开学了拜登过去3年的成就，一个
讲对手川普讲话拢是空嘴保质，拢伊是一个诈骗犯。也若拜登是透过电话连线替贺锦丽助选。也若另外，即马川普的副手范斯嘛已经开始有动作，攻击贺锦丽，讲贺锦丽比拜登更较烂。伫华府白宫接待全美大学冠军运动员，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日头一摆公开露面，伊学了拜登过去3年的成就，伫现代历史上无人会当比。随后去德拉瓦州展开竞选行程，伫头一场的演说中，贺锦丽讲到伊担任加州检察长的过去，看过真侪种的罪犯，伊也了解川普是倒一种人。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将川普比如说抢夺者甲诈骗犯，贺锦丽也答应会争取对贷款作为甲川普竞选的核心政见，因为确诊新冠。当地德拉瓦州隔离的拜登也特别打电话给竞选总部替团队加油，也替贺锦丽助选。And I know I'll be doing whatever Kamala wants me or needs me to do in addition. So let me be real clear. We're still fighting in this fight together.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d I want you to know you've always had my back, and 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have your back. 伫拜登退选了后，贺锦丽赢伫加州民主党内提名人所需要超过2/3代表的支持，搁伫伊作为总统候选人的一天内获得创纪录的8100万美金。另外，川普副手范斯离回到家乡俄亥俄州做事，火力全开一定的拜登甲贺锦丽。Now, history will remember Joe Biden as not just a quitter, which he is, but one of the worst pres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my friends, Kamala Harris is a million times worse, and everybody knows it. She signed up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Joe Biden's failures, and she lied about his mental capacity to serve as president. 范斯督促选民千万唔通互贺锦丽做总统的机会。伊批评贺锦丽处理美墨边境的方式，也讲伊要互非法移民完全除罪化，搁较积极贺锦丽并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公司新闻林慧欣编译。克罗埃西亚一间老人安养中心7月22日时，有一个嫌犯从入去内底乌白开枪，有造成6个人死亡。这死者大多数拢是90岁左右的老大人，因为死者内底嘛有凶手的老母，所以即马犯案的动机也搁在调查。警方由封锁线附近的居民是紧急防退离到封锁线外口。伫巴尔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境内一个老人的安养中心，日忽然间，互一个枪手对院内的人员随机开枪，拢总是造成5个住户和一个职员，拢总6个人死亡。另外，至少有6个人受伤。伫死者内面，甚至是包括枪手伊家己的妈妈。伊伫这间养老院是已经住满10年。Evo naša mama, tu smo sestra i ja i brat i ja 90 godina čekamo, ne znamo ništa. Stvarno za jedan mali grad je strašno šta se dogodilo. Pogotovo kad imaš nekog i kad toliko čekaš, ne znamo, evo baš svi smo u šoku, ja mislim cijeli grad u šoku je. 枪手伫犯案了后是随离开现场，警方嘛较紧来开始追捕，而且伫附近的一间咖啡厅甲伊抓到，佮查到一支无合法来登记的枪支。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这个开枪的是一个退伍的宪兵，过去是有犯妨碍公共秩序和家庭暴力的记录，捌参加1991年到1995年的克罗埃西亚独立战争。Pa evo, šokirani smo, to je zaista monstruozan čin ubojstva više ljudi, ubojstva majke, pa onda potom i drugih vrlo starih osoba, koliko sam ja vidio podatke, to su mahom ljudi rođeni u 30. godinama prošloga stoljeća, dakle radi se o ljudima koji su oko 90 ili malo manje od 90 godina. 枪手刚攻击的这个温泉小店，附近的居民拢是互相熟悉的。因讲因对枪手的印象拢是有攻击性和爱啉酒等等，甚至还有人认为讲枪手开枪的目标都是伊家己的妈妈。克罗埃西亚政府嘛已经下令爱各相关单位合力来调查，嘛要求各会较紧来立法严格管制枪支。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日本小林制药，荷兰国也会当进行检验。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对中政策下，国际会联盟年度峰会今年会伫咱台湾举办，按算是7月30日时伫台北举行，是到有25国大约50个各国的国会甲欧洲议会议员会到咱台湾，是规模上大一届。峰会会议的国际联盟成员国转去了后，爱伫因的国会也有欧洲议会者的，看会采取什么款对抗中国的具体行动。因若两岸局势，这个议题会是这届峰会的焦点。来看匈牙利的总理利用轮到欧盟主席的身份的时，雄雄走去拜访洛西亚和中国，这是互欧盟其他26个国家拢硬去。欧盟全爱甲8月份原本要伫匈牙利举办的外交甲国防部长会议，即马对匈牙利刷到比利时去举办，算是对匈牙利的一种警告，认为匈牙利无应该违背欧盟对俄乌战争的立场。来关心伊索比亚南部一大偏远的山区，日子的时，因为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目前已经知影造成229个人死亡，这前是当地上界严重的一届。当地人真侪人上手咧乌涂沙，赶紧咧救人，所以有估讲这死亡人数应该会阁继续增加。今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凯美风台到季东部大城受影响，花莲伫昨下晡已经开始有风雨，因为花莲的灾害应变中心嘛已经提升做1级开设。苏花公路中德管制站有出现真侪人塞车要上北，所以塞车塞几60公里长。另外，秀林乡的3站村经过4月初3的大地震了后，附近的溪流也有真侪碎石啊，拢还未清。嘛烦恼讲风台到季会造成灾情，所以即马全村拢已经撤离。凯美风台特别电力花莲苏花公路中德管制站第3下道出现大量北返的车流，有几公里。环岛刚好环岛，然后刚好碰到，所以是要提前先回哪边呢？管制站附近的店家赶紧是有较下破的电话资料，面对控诉控3大地震过了后的第1个风台，店家的烦恼专写伫面的。也不知道雨势会多大，对啊，然后那个路况还不是说非常的好。花莲县秀林乡附近的山区暴露是土石流的危险区，烦恼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严重灾害。乡公所1家1户通知3站村的村民要做好退离准备。另外边的店家也提早休困，无用对沙包。为什么会前3站10到15零摄领？那是因为那个土石流，就是我们那个后山04、03开始崩落，然后它土石流已经下来到这个无名溪出口这里了。有那个撤离过吗？没有，所以没有印象。那对于说，因为那个接下来那个台风要来啦，会不会有点担心这样？会。另外，江汉乡雨愈来愈大，也予地方官员提心吊胆，因为无过溪水尾，挖光华转的堤防当咧进行空脚修正工程，保证堤防部分无问题，避免放堤危险。即摆就是剩一寡沙包，互大家用啦，备用啦。花莲有名的观光小姐游客无惊风雨，为着要拜水空。另外，市区的饭店业者真无简单，毋忙着休热金条，也毋过风台较旧，互大帮率下一半，业者无奈，只会当赶紧加强风台措施。花莲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也提升为1级开设，做好风台应用。记者综合报道。20到24世纪今年的大涝，加上即阵有风台，沿海地势较低，乡亲一定爱设置海水倒局的饮水。亲像屏东东港的东顶里，就已经连续淹4天啊，当地人是真苦恼。若东流线的船帮今仔日无开，真侪游客昨昏已经提早离开。另外，伫台南运河边仔的安平路嘛，因为大涝的关系，水拢积起来。高雄基丁即马嘛因为地势较低，有积水。点头嘛烦恼讲，风台会影响刷落来要举办的风吹节。水一直为南坑大运出来，上班上课时间对着积水，有起水泄漏，有民众的电动机车泡伫水内故障。年度大涝后，屏东东港镇东顶里为顶礼拜开始连4天积水。这是15、16、17、18。第4天啊，今日算上第4天，算上饱。23这天附近的福德里也因为海水倒灌积水，有年岁大的人撩水理财，也有地势低的住户，海水倒灌后出外大路变水路，民家入水，透早都无用烧水。还有海水啊！海水啊，一直灌入来。影响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流线航班第24、25个停驶，旅客
管理提早离开，和小琉球的里头透早就出现非常人流。但讲这边是有民生物资运去小琉球。因为怕晚一点风浪会太大啊。哦，就赶快回来。对啊，然后早点回来。年度大楼也和小琉球海珠港口第四街所在出现积水，海巡抗议伫花冰岸送水的民众，但是溪花边啊渔港也因为大楼早起大约9点，水波到华商运河边啊安平路也有水，为高压运出来。高雄基丁第四街所在也伫透早开始积水，抽水机继续运转，也毋过到早起10点之前水还未完全退。伊若是无这风台来吼，就发袂要紧。啊，这风台来一定会影响会大啊。风台外围环流加上年度大楼，店家真烦恼。尤其这个礼拜六，当地举办风吹节，就惊原本的商机和风台拍乱。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国内 M 到 M 株的疫情搁加悬。疾管署是公布顶礼拜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拢是男性。敢若今年7月就有发现13个本土病例。另外，嘛出现4年来头一例确诊肉毒杆菌中毒的案例，是一个南部50多岁女性，目前插管伫家护病房治疗。4年来第一摆出现肉毒杆菌中毒的事件，个案是南部50几岁的女性，这个月13是出现腹肚痛、落屎、吞物件含讲话真困难，这神经学的镜头去看医生检查排除脑中风，后壁才确认是肉毒杆菌中毒，即马搁伫家护病房在治疗。经过疫情调查发现讲，个案是家己大，而且惯是食过期的食品，但是个案插管无法度详细问伊食物件的历史。疾管署讲，肉毒杆菌中毒的原因大多数拢是食品无处理好，还是无保存好，那无随食药啊，致死率到60%。变质的这个罐头自己自制啊，或者是民间贩售一些腌制品，那有可能是在这个制造或包装的过程中呢，有这个肉毒杆菌存在。另外 ，M 豆的疫情阁升温，顶礼拜是增加4个 M 豆本土个案，因拢是本国籍的男性，而且都毋捌做过 M 豆的疫苗。年岁是伫30岁到40岁，大概县市是北部3例，中部1例。7月加起来已经有13例 M 豆的本土病例，从去年10月以来单月新冠。总计7月已经累计有13例，是从去年10月以来这10个月当中单月的新高，而且预期整个夏季因为人潮拥挤的活动还是持续在开办，这个疫情会持续的升温。疾管署提醒讲 ，M 豆的潜伏期会当到21天这么长。一寡个案伫镜头出现进前的1天到4天，都已经有传播力。注疫苗是目前上有效的预防方式，因为国际上 M 豆的疫情搁在持续。叫做期间，真侪人出国去佚佗，加上7月初7情人节都要来啊，社交活动的频率大增加，提醒民众要注意个人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的时，中央航空的员工罢工，公司即马就对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提出告诉，要求要赔3400万的损失。也毋过昨昏2审的判决出来，中央航空公司败诉。工会这把呼吁公司唔通过浪费资源去上诉，因为航空公司这边是对判决表示遗憾。前工会甲行出台湾高等法院的民事庭，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的成员，伫知影2审佫一摆判决中央航空败诉了后的结果，表示讲，中央伫疫情过后是大量增班，空服员含地勤拢过劳，公司若要开资源继续来上诉，不如把资源留伫改善劳工的劳动条件和改善过劳的制度。我们工会立场是呼吁公司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继续上诉了。5年前公司提告我们违法罢工，造成很多会员跟社会大众对工会的不信任，但事实上证明工会才是对的。2019年，中央的空服员为了要争取改善过劳的航班，是发起罢工的行动。17天的时间是创航空业上长的纪录。中央航空对这是向法院来提起民事的诉讼，要求工会成员赔偿3400万块。2022年1审方判决败诉，迄当阵中央是回应讲对判决是真遗憾，会阁照法来提起上诉。公司主张说工会这边有一些可能在决议或程序上面有些问题，那他认为说这些问题造成了公司有受到损害。不过如果以驳回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看起来他们的主张是没有被采纳。工会讲面对疫情过后爆炸性的增班，已经是2015年以来上严重的程度，甚至有空服员伫8时阵破百，连续14天，敢若向2天的情形发生，呼吁要较紧来改善空服员和地勤人员过劳的问题，避免佫一摆来发生大规模的劳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新闻来关心，台积电准备要伫嘉义太保的南科嘉义园区起2座先进的封装厂。因为第一厂在动工的时有去挖到危迹，所以即马已经暂时停工。即马呢嘛有被委托考古团队来进行抢救。最近就有伫面册有社团顶头咧要找协助考古的人员，一天有清7，按算要找60个人。台积电伫嘉义太保南科嘉义园区的先进封装厂的厂址，真侪重型机具进驻，除了科技产业的人力，台积电敢嘛需要考古的人才。当地真侪面册社群出现这个找人才的消息，才讲台积电嘉义厂着急要找考古挖掘的人员，一天薪水清7，按算找60个。我们现在农工一天也都1500、1600了啊，所以根本意愿就不高。你们那个又那么热，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没看过考古啊。对啊，1700，我觉得这个不无小补。当地居民认为讲，农工一天的薪水就超过1500，考古都要曝日，一天薪水才1700，恐惊是歹找的人。但是嘛有人真想要试看卖。根据了解，这个会是台积电委托的考古团队，请其他的公司来斗找人，并不是台积电直接来找人才。南科管理局嘛证实，第一厂已经有台积电委托的考古团队进驻啊。抢救计划嘉义县政府已经同意抢救，所以他已经考古团队进去把那些文化遗址做抢救，那抢救完的话就可以再复工，目前就是抢救阶段。南科管理局讲会全力来帮助台积电，第一厂暂停施工延误的机电，业者会用赶工的方式来补。目前第二厂正在整地和申请建造，整体的施工计划是袂有伤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教育部已经公告要甲闽南语认证考试改名做台湾台语认证考试，即马是5个期会收集民间各界意见，上紧9月份会改。另外，伫8月底之前，就会先甲公文、网站、甲书店的用词改做是台语。针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甲台语叫做闽南语，引起真侪讨论甲批评。今年5月，民进党立委陈培如甲张雅玲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都要求教育部要积极改正。今日教育部伫顶礼拜总算有公告讲，要甲原底的闽南语能力认证考试来改做台湾台语能力认证考试。依行政院核定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函释，全面检视并修正对外使用国家语言名称，应参酌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书面用语有关规范，优先使用台湾台语规定办理。教育部表示，照行政庭司法会先有个60天，上紧伫9月就会甲闽南语认证改名做台湾台语认证。因若伫这60天中间，原来是会收集民众意见。咱的台语应该是福建话衍生而来的，所以讲无迄种什么台一定要分别讲台语啊，还是讲闽南语什么，这无这种必要性。因为闽南这个名家就是中国南部嘛，甲咱台湾较无关系啊，应该是甲正名叫台语安尼较好。咱讲台语是较习惯，讲闽南语较像国语直接翻译过来，感觉。教育部表示，考虑到语言政策的一致性，已经规划伫今年8月底真正的完成公文书、网站、书店等等的台语正名。因来甲考讲有关联的部分，也是第2阶段来做。针对国家语言名称的部分，教育部是强调会根据文化部的具体建议和共识讨论了后，就会来修改。因来文化部7月至10月会伫全台湾举办国家语言法典会议，7月27第1场就会来讨论到台语正名的议题。记者陈阿酸、谢桂林台北报道。按照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咱国家是按2年举办一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头一届是2021年，那第2届伫今年7月份就要举办。头一场会针对最近讨论甲真热台语名称这个议题来讨论。第1场是拜6会伫台北分区讨论到这个议题。最近台语正名议题吵到真热，语言名称要安怎叫，这嘛是国家语言发展法无明确规范所留落来问题。文化部打算自7月至9月举办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分区论坛，第1场上头先特别来谈台语名称的议题。
当初迄个伫台语的部分，阮有3迄个书面建议用语嘛，这是台湾台语，这是台语，搁这是台湾闽南语安尼。就是讲这个会议若讲大家讨论出来，大家感觉讲一定来迄个干那一个。咱就过来讨论，讲是不是敢若这个安尼？第一场按算伫台北的华山文化创意园区举办，会分4大议题来谈台语安怎下令及推广，和国家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等等。原来负责国家经济书面建议用语本过的学者是表示，会互民众了解台语名称在台湾无共历史阶段的变迁，嘛有统计伫民间也是学术界安怎称呼，也佮有台语的英语名会当安怎叫等等。包括第一项就是争议的历史，是安怎其他的族群的语言名称啊吼，拢是其他族群家己决定。但是台语啊吼，就是爱甲其他族群的人来做伙讨论。第二部分就是语言使用的现况，包括语言历史方面的。最后一个就是伫英译的时，那既然安尼英译的时，咱有啥物选择？大概是这6大部分是我报告的方向。文化部表示，分区论坛计共有7场，面向有包括台湾台语、台湾台语金门腔、马祖语和台湾手语。分区论坛是10月正式大会进行意见收集的过程。文化部表示，这意见嘛会做未来政策的参考。目前第一场已经开放民众线顶报名，不过这届无像2021年第1届举办的时阵有网络直播，敢若开放现场参与。伫咧会后嘛，未有录影片放伫网络，对这些无法度到现场的民众来讲，恐惊是真大危险。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来看有来自母鸡家庭的妈妈，伊嘛是老师，伊即马家己开课来讲蛇，而且全部拢用台语来讲，佮摕实体的蛇皮、蛇壳，互囡仔来认捌蛇，佮有教囡仔拄着蛇的时会当安怎处理。你感觉是蛇，还是较老的手术？看蛇皮的花草，正面、倒面拢望看卖、片看卖。真侪人若看到蛇，会互蛇吓着惊。不过，这阵性别性动物的囡仔，毋但袂惊，佫感觉真有兴趣。伊有兴趣，我有先问过伊啦。比如讲，啥物蛇会使接近啊？啥物蛇？就是爱离较远迄种的。平常时有去爬山啊，去像哪内底啊，就是会看到一寡虫拖，啊对蛇伊嘛有兴趣安尼。你会当安尼摸量体体，会当看到量体体，蛇的较正正都会是蛇的巴肚，你感觉佫是平时的巴肚？一条长长的蛇壳，大人囡仔拢真罕得有机会通真足看详细摸。这个台语讲蛇的课，老师是做生态研究的阿莹。伊是参囡仔讲台语的母语家庭家长，也伫国校啊教浸水式台语生态课，为着拍破大家对蛇无好的刻板印象，伊开课用台语来讲蛇的美丽。阮一下呢，也是顶一下呢，因拄着蛇的时阵，头一个想法就是该拍死。我是感觉讲安尼，其实足伤心的啦。分头甲扫帚的这个方法，啊，算讲有一点仔甲伊扫起来，放伫个粪扫桶内底，爱用挂先甲伊盖一下。有专工处理的人来的时阵，伊可能就会当规卡来抹走。阿英讲，若厝内发现蛇，会当随卡互动保处处理，也是轻轻甲伊赶出去。若较真安全，也会当先用长柄的扫帚，甲伊赶入去坎挂的桶仔内底，避免伊乱爬。千万唔通凊彩伤害一寡美丽，带伫咱认捌的生物。记者林玉凯新闻报道。鼓励囡仔讲台语，伫孝蛇着真侪台语营队。这是新竹市有国校啊，利用孝蛇举办台语营队。除了有真新式、真趣味，互囡仔 DIY 来做风吹，佮甲只囡仔带去动物园去洗成风标，透过台语导览的方式，互囡仔伫生活中接触台语。牛仔，牛仔，多谢，多谢。用台语甲同学分享台语用词，教室内底佮打满台语言语。老师嘛用台语来教大家做趣味的猪仔台。第一粒，好，第一粒，第3分，第2粒，第2粒，哦哦，咚咚咚咚，几分？5分。新竹市在戏国小利用hiệu热举办台语营队，除了有上课，也有户外课程，带大家去动物园、上荒庙，透过台语导览来学台语。我感觉上趣味的是去上荒庙，因为内底有真侪神明，有上荒爷、四爷、八爷，甲牛头马面。我有学到一款闽南语的文化甲俗语，我感觉最有兴趣的是动物园。我上喜欢高山人。为什么？因为伊
伊伫咧遐走来走去，我感觉伊真公主。校长讲，举办台语营队，就是希望学生会当透过趣味活泼的活动，对生活中自然来接触台语、讲台语。七头在西，到顶行的闽南语课程，我们从生活中来出发，从生活中的打招呼，例如你好，哇，今日就来，还有动植物，好常看到的低嘟、高压，好等等，小朋友可能会一开始很别扭，不敢说，后来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说。后来很有自信的说，透过营队创造全台语的语言环境，让囡仔愈讲愈自信。大家做伙耍，做伙讲台语，也利用这活动来认识地方的文化特色，甲母语甲文化同齐传承落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2024巴黎奥运准备要起过啊！即届咱台湾嘛有22个表演团队要去巴黎参加因的文化奥运，其中呢，伫台南的风中顶看望歌团嘛有入选在内。因即届要甲咱台湾上届在地表演搬到国外，要互外国人来感受咱台湾多元的文化。正常的法师当咧念咒开路关，穿古早衫的老婆，甲彩桥的小段拿红衣倒退行，甲有后场伴奏一团看望歌上基本爱5个人组合。早期伫台湾西半部拢通看到看望我的脚印，即摆较罕看到啊！这个歌团即阵当咧进行上尾一届彩排，因为月底因要去巴黎，到时要伫文化奥运的舞台，甲8当历史的双重文化原汁原味展予全世界人看。这传承一般你伫咧外口是看袂到啦，因为爱有人请出去搬才有，啊台北嘛无人咧用。紧张啊，我足紧张，惊恁表演了无好势。都有这个机会，食到这个年岁，有法度通为国家，互全世界知影讲，有咱这个台湾。经过了解，看望歌是无共阵头，甲民间风俗南做伙所形成的。其实上起头是做戏事的，后来当地人甲18条关阿爷的故事转型做丧事。较早上济，敢若一个会赢就40-50团，到那全台南剩无到一半。风中顶看望歌团团长讲，时代变化，造成大家对这项文化产生误解。其实真正意思就是要甲亡魂带落，袂当安慰着家属。盼望就是讲，放这亡魂爱放下。哦，世间无论什么人，偌勇壮、偌好囝、偌好命，拢爱死。最大目的吼，要消透咱人的情绪。其实嘛是在带家属行过这个悲伤的这个关卡。台湾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传统文化啊，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的。这个歌团以拼出海做主题，表演的成员讲，因做梦嘛无想过，汉地几时会当甲本土的传统文化早去国外，这嘛形成一个文化外交，互国际人知影台湾是多元的国家。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2024巴黎奥运奥运比赛伫要开始，游客已经真侪人到巴黎，唔但准备要看比赛，嘛准备要食法国的好料。真侪种铺西嘛拢已经穿好法国传统的料理。奥运开幕倒头算，巴黎街路嘛开始出现游客，真侪外国观光客是对真远的所在来，除了要来看运动员、感受巴黎的水，嘛有人会问讲，到巴黎应该食啥物较好咧？服务生真有气质，把料理送过来，菜碟面头前的就是规盘的罗梨。I do like it. Yeah, it is good. First impression? It's good. I saw a lot of videos saying the flavor was good, but they didn't like the texture. It's really not that chewy to me. 罗梨是法国料理其中一个经典菜色，真侪外国游客到法国，拢一定会去食。总好使甲特别选过的罗梨搅调味料，再搁送入去烘炉底烘，落尾再甲这香杠杠的罗梨送到人客面头前。这水鸡卡嘛是真正统的法国料理，有一寡外国游客可能看到伊的外形都唔敢食。不过总好使认为讲，这就是法国料理的特色之一。On fait honneur aux traditions et justement on change rien et on change pas les recettes, on est fidèle à ce qu'on a toujours fait et on va continuer de le faire. 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根据气象署上新的报告，中度风台开始，即马强度也有另外的增强。按算伫今日暗时到明仔透早早起，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大的时阵。早起的时，总统赖清德有到灾害应变中心去听各部会上新的工作报告。一点是因为04、03的地震会造成这个更容易发生土石流。所以我希望我们应变中心能够跟地方的应变中心共同合作，在全国土石流的浅势地区，应该要撤离的民众应该都要尽速撤离，避免因为04、03地震之后，再加上庞大的雨量，造成土石流的发生。特别是在浅势地区里面有慢性病的，不管是洗肾、心脏病或是其他的慢性病，我们尤其要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因为我刚刚看到在南部地区嘛，适逢这个涨潮，就是台风雨量很大，这次是雨量是非常大，再加上涨潮，在这种状况下，低洼地区也我们要非常关注。除了我们已经准备了抽水站、抽水机。然后人员要到齐以外，也应该要更严格的标准，预先撤离。头先听到是总统赖清德上新的指示，再来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是36度。外岛28度至36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风台来一定爱做好防范。明仔载9点咱再会。